就是这个所在，小朋友来，这个所在。等一下，咱就要来提宝藏啊！看头前大声讲出，咱是啥物队？阮是七人救世队。好，自我介绍，你是啥？我是张信汉，我是高武栋，我是林家水，我是柯心灿。哇！敢有四位小朋友要做来提宝藏，是讲村长你是发生啥物代志，那这么欢喜呀？村长，我跟你讲，到底啥物代志好啊？消息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，点点，我跟你讲有一个好消息，就是我非常的欢喜。安怎咧？因为我的发票着1000块。这个诶，为着要分享我的快乐，啊，洪小姐，白大兄，我跟你讲，传一寡好料的交代这的探险队员，没问题，来去传，来，给传出来。糖仔饼，哇，这好的呢。对啦，啊，干那1000块尔。你帮，你甲看，来，家己摕一个。桌顶有啥？应有尽有，尽量食，甲恁爱食吼，拢卡在你的碗内底。好食无？赞无？我干嘛？你讲，有啊，很好啊。哦，讲起来哦，好的呢。好食。哦，就芳的，食饼，食糖啊，食糖洪小姐白大兄，你是啊传这无健康的这糖仔饼？囡仔上注重的是啥？健康，上注重的就是爱健康。你这行我？啊？你用食落去来哦？无啦，爱食的就是这啦，来。不是，我也不是。因为食这果子豆哦，安怎？因为伊这有健康的优质，啊，你食健康的优质的，比这食这拢较好，知无？来，咱做一食果子豆好啊，啊，这等。哎，等者。对啊，收起来，收起来。哎，村长。等啥？拄则你叫阮凊彩选要选啥，拢会当选。啊，即摆阮小朋友选好，你选替阮做决定，哪会当安尼啦？你感觉安怎？无欢喜，无欢喜啊！我是感觉无论是大人还是小朋友，大家啊互相听对方的意见。啊，安尼吼，大人啊去认真吼去听迄小朋友伊的想法，佮有感受。啊，小朋友嘛爱去理解大人伊做即件代志的目的佮用心。安尼哦。嗯。好啦，安尼我知影啦。台湾队员，是嘞啦，互因家己有选择。啊。咱要尊重啦，咱袂使一直甲囡仔当做囡仔。真的。咱爱听因的意见，对。互相交流。好。只是讲有当时建议嘛是爱听，就是果子豆较健康。那是啊，小朋友，你敢知今仔日咱来这要创啥？宝藏。安尼，我感觉村长你应该尊重阮的想法。阮今仔日来就是要摕宝藏，什么果子豆无要食啦。我来包装，我来包装就是果子豆。对。宝藏啊！后摆我知影啦，互恁来摕宝藏。好，来哦，准备好了未？好啊！准备接招，现在噶！叫阮的名，即管是新鱼仔的挑战，恁虽然拢有一个称呼，看阮叫到倒一个鱼仔下落来，若新着一尾鱼仔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探险队，恁的皮着甲我平较红呢。哈哈，来哦，头壳顶是啥物字？来大声甲念出来。一路平安。哎，对了，咱出去耍哦，定听到会祝福的话，对，哦，一路平安，一帆风顺。好，啊，恁若是吼出国，你有想要去倒一个国家耍无？日本。日本。啊，你咧？我无就想要去。想要住伫咧台北，伫厝的就好啊。伫咧厝休困。哦，啊，你咧？加水。嘛是日本。嘛是日本。啊，新插你咧？嘛无想要去。哦，安尼我看刷来要出的这个题目，对你来讲难度足悬的啊。我有啊。因为甲机场有关系。不要紧，到底我会出什么款的题目，你们就知影。安怎来摕到大片？4题有1题大片，8题就2题大片。准备接招，现在卡，来平。有。海关。对。海关。看多手柄哈。安。准时。准时。进。来，哎呦 ，bonus。电工讲氧气。哦。非常的标准。平。啊，这 bonus 敢有出现敢无咧？
伊这无好念呢，无好读呢。路有啊。旅行社，嘿，无唔对，旅行社。安四题啊，加油哦，把握机会。 pass，好，怕哦。好，注意哦。记，哎呀，记，厉害。行李书上大，路哎呦，快乐乐出门，平平安安回来。哎呦，好，无问题，我一定做会到。饼bien 好，bien 拢无好，哎有啊，中胜。安怎念？万分，万分对，哇，来厉害哦！无鱼啊，无鱼啊，歹势无鱼啊。bonus 叫恁讲对，而且真标准。来，搁读一个，我听看卖啊一个。地公咸去，哎，伊拢教得真准哦。小兵哪会知迄是啥物？恁敢知影这是啥物？行李看行李内底敢有什么无好的？袂使早去你因为伊会透过迄个行李，通啊看到内面是啥物物件，哦，看清清楚楚。哦，一定，迄就是爱透过这个机器机械。好，来，哇，随个 pass 的这个台路，K 是啥物发音？哥啊，安尼就机啊嘛。机场一定要用机票的啊。机票，搁读一个。机票。所以，哇，有一个 bonus 对啦，所以嘛是有2块大片，请摕。你去睇，大声点出来，你提啥哦？花乌，回啊，哦，搁一尾，搁一尾，拢会用。树甲吧，哦，树干吧就。干嘛？早起你来，好，来吃。袂歹哦，2块大片，对家己较有信心的，就有机会。是。来哦，后一关准备接招，힘내가。甲我做伙耍。一位探险队员负责耍图，见耍一步，下底就会出现一条题目，其他的队员回答了，才搁继续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这乱去斗图，恁敢耍会转来？希望恁如母如花，准备甲宝藏讲拜拜。哎，尊弟，我要甲你讲一下，阮小朋友上课课程甲你一般想的完全无共款。哦，无共款，安怎会无共款呢？每礼拜三，有当时啊会去爬山，爬山哦，敢若爬山都无啥共哦。啊，搁有做啥代志？有伫教室会泡茶啉茶，好，来恁的。啊，恁遐是挖目沙遐对无？对，哦，所以因遐茶米拢足好的啊，所以因嘛会晓泡，啊会晓啉，会晓介绍，就有法度甲因遐的好的茶米宣传出去。哦，真好哦！来到这关，安怎摕大片？4分有1块大片，8分就有2块，加油哦！感恩的你哦，准备接招，힘내가来，刷落去。嘿，该耍来，我了。可以到沙缸。来，来这所在。张好来，对，刷到一张。好，K 来先了 K 说，水，好，后一个好，有来。你该耍该耍。好，来，快点到沙缸。来，来这。阿东来这。央音响，音响对。来，刷到一个，来这。好，来，那刚才愈看愈奇怪，滚对。好，后一位。来，阿汉，刷到一把时个，间咯吼。来，哇，你还伊咧海头这里那叠加，不然阿汉咧海头呢。来，凉对好凉，来，来啊，去上个，到底是咧无烟啥？好来，到，好，对啦，来，后一位吼，来吼。被刷到一紧刷，个，对，来，我可以到沙缸。来，继续，枪对，枪，对了，来，继续刷。卖闹，你讲卖闹啊？金嘛，
金对。干嘛呢？卖脑哦，卖脑。快去，妈爸时间要报时间，来家，这里小。湾，台湾，对。哦，今日时间够啊！我刚刚你自己就要视频啦。完蛋，慢，你视频了哈。安全，对，给你，说上，慢，细的，这叫细的啦。对。好，来，好啦，就安尼啦。来，IUN 香。啊，冰角的安怎？牛气呀，哇哇， 4分有一块大片，啊，不过3分就是无差几块？半这就地。是安怎？啊，你歹势啦，无半地，秀起来。收起来，我要紧啊，等下个完全的收起来。好，飞弟，搁有一关吼，嘿恁就尽量拼，加油看他摕几块。来哦，上尾关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干！选你无唔对，这关要来看影片，影片内底会出题目，恁就要来判断，看倒一个答案才是对的。若是选唔对一摆，就会失去2位队员。探险队，我就要来看卖，恁有偌高选。请问一个小朋友，咱若是人做犯法的代志，去用掠去倒位？掠去坐甲，坐角、敢角，啊今仔日吼，也甲姐姐要带恁去看一个以前的敢角，到底是生什么款？啊，这款安怎来摕大片咧？一题就有一题大片，2题就有2题，恁尽量甲收起来哦。你看卖啊，恁后壁，敢若2题。哎呀，唔免惊，咱做伙来看卖咧。大家好，我是台湾世界走跑跑探险亲像野走卡，非常勇敢的王一家。不过我今仔日无够勇敢，我今仔日来到一个较早人拢无想要入去的所在，所以我即摆足紧张的，要安怎？无遮严重啦。不过听到要入去感觉嘛是足紧张的呢。这虽然是感觉，但是伫咧2001年的时，伊就无咧使用啊。甚至伫2005年的时吼，伊互内政部指定做国定的古迹，是咱全台湾唯一一座日本时代所留落来的坚固的一个感觉。这中央台是啥物所在啊？这是咱本馆从中央的所在。嘛是较早咧监视所有的受刑人的一举一动的所在。要安怎看？咱遮看哦，伊是一迄个敢若开线的4形3排，啊，受刑人若要出入的时，拢爱经过这个中央台，吼，爱经过检查才会当去工厂做事。是啊，行这条遐尔啊长的路，感觉空气拢足沉重的呢。对，这是当年因受刑人唯一出入的一条通道。啊，因若咧山顶动的时，迄个骹扣的声就会咔咔咔，所以你会感觉足沉重。骹扣到底是偌重啊？同重的甲15公斤。15公斤？是。安尼拖咧哦。对，啊，所以你讲的，你会听到迄个沉重的脚步声，都是安尼来。这真正是安尼倒落，可能骹就会超出去咧。会使揪起来。骹个揪起来，而且个困伫马桶边啊呢。对，因为伫内底吼，毋但无自由，阁无隐私权。我刚才看到顶悬，迄站是啥物物件？这条叫做猫道，嘛是叫做空中巡逻道。啊，因着为外口吼，顶迄个旗啊，爬去顶悬，啊，位看落来就足清楚的。啊，听伊讲管理员若爬起嚟时吼，顺手灌一桶水。为啥物你敢知？为啥物啉水哦？毋是，伊若看到讲下骹咧变高人，拍牌啦、食薰啦，拍牌嘛袂使。当然是袂使啊，吼！啊，所以伊就甲伊桶水泼落来，啊，伊桶水若泼落来，就免困。生气啊！不过这真正是有够细劲，我完全无法度想象，我一个人要待伫遮遐尔久的时间，而且阁有遐尔重的骹扣，安尼拖安尼拖。好佳在，我即摆双脚无任何物件。真正会当讲是无价加交易。这句话啥意思？敢用伫遮？毋是用伫遮哦。啊无，我来问小朋友好。
各位小朋友，你敢知影无家家交易是啥物意思呢？是家己找麻烦的意思，还是家无用的意思呢？哇，哇，我敢若知影，咱莫犯法。真的。嘿，无家也交易，家己找麻烦，也是家无用的意思。就找麻烦。自找麻烦，是安怎是自找麻烦？看起来较成即个答案，你的里面观点看较成这答案。对，确定？确定。所以恁的答案是家己找麻烦。好，敢安尼？所以恁的答案是家己找麻烦。好，敢安尼？真正足够摇的咧。赞哦，厉害哦。家就是咱伫掠犯人的一个工具，港菇。伊会甲你扣的手的，甲扣的颔棍仔只。啊，你若是你就无价啊。无价。啊，你搁摕迄个椅仔来当做价，啊，敢有效？无效嘛，电脑无效，你搁家己找家己的麻烦。压价啊！嘿，真正是压价啦。好，咱来看觅啊，后一题。姐啊，这甲拄则的下班有啥物无共款？这就是妇育馆。伊咱的法律规定讲吼，查某的受刑人吼，因若有囡仔伫咧3岁以下，啊，你若符合着条件，你会使申请家己带入来。囡仔嘛来遮，是。不过来遮敢有人家照顾？阮内面吼有一寡设备，哦，比如讲较细汉的，伊就摇鼓；啊，若较大汉一出来，有一寡玩具，比如说木马。吼，啊，甚至若讲2、3岁以前了吼，伊嘛搁一个较早的书桌叫做3合椅，互伊伫遐画图创啥安尼，吼啊，所以就叫做妇育馆。这是较早因查某受刑人吼身躯的澡堂。伫遮洗身躯哦？是啊。啊，洗的拢是洗烧水吼。这伫外室外吼，绝对是无烧水啦，吼啊，但是即马无共款啦，即马较重视人款，即马拢有室内的啊。嘿，啊，因为室内你才我都接烧水讲嘛，叫我都洗烧水。阿母，我就想你诶，就想要出去诶，我以后袂做歹代志啊，阿母。你敢袂入戏伤深？对啊，这都无插电啊。啊，姐啊，这是啥物所在啊？这叫做会客室。会客室。这是较早因受刑人吼，唯一会当甲家属见面。甚至透过这个电话，会当讲话的所在。安尼会客的时间有规定无？差不多1礼拜会当会客一届。我若是一天无看到我的厝内人，我就会足想伊的。佮再讲是爱像安尼遐尔久拢袂当转去呢，真正是歹拢袂当行。嘛希望家属出去了后，会当开始新的生活。讲到家属，我会记得伊除了犯人的意思以外，佮有另外一个意思哦。你敢知影是咧形容巴肚枵足久的人，还是咧形容有人出代志，敢若徛伫边仔看，无咧斗相共的人咧？家属，出代志。另外一个意思是啥咧？应该是巴肚枵足久的人。哦。是安怎是巴肚枵足久的啦？另外一个意思，所以应该无可能是巴肚枵足久的。啊？伊一开始讲是巴肚枵足久的。巴肚枵足久的，你即摆哪向我改变？因为我知你先投票。你若是感觉巴肚枵足久的，请举手。看老嘞嘞当牙手，你干嘛看老嘞？看老的，应该是。4票。好啊好啊。所以家属恁感觉是边看老的人。敢安尼？再会，再见了，你就照你的第一个雷达，感觉是啥就是啥，哎呀，你看加想加唔对的啦，这个想唔对的，哎呀，真正是。对啊，你头先毋是有讨论到，迄以前可能真正食就无食好，住无住好，所以因看起来拢可能较瘦皮巴，还是讲较无精神，所以就是
巴肚看起来足枵的人，枵足久的人，要就顾你知无？在好，安尼恁嘛真清楚，一块大片尔。好，犀利哦哈，摕一袋咯，哦，刚刚有到摕一袋。哎，大声个念出来，你摕啥？美好，黑。来搭起你。来，大家。啊，好，来，这个所在，先坐哈。三地尔哦，唉，摕保障的机会，我看是有限，啊，毋过唔通放弃。来，看卖敢摕到保障呢？林来甲。来咯，咱做人就是唔通放弃希望。虽然敢若三地尔，啊，摕保障的机会嘛是有啦。有啦可怜哦。有啦，啊，恁敢有想要刷位咧？哎请刷。好，要安怎刷拢会用的。这个我拿着，这个我啊，要讲台语放下好，来。小朋友讲台语哈。安尼，安尼，安尼盖样的吼，我定好啊哈。让两空，让一空，安尼就对啊。对。好哦，手甲放起，加水。啊，较大力咯，加油哦！到底敢摕到保障咧？请背。用力。哇！颁奖！哇！这个背啦！来，摕到的是机械模型。该是呢，就是呢。真正是你的，就是你的，来，你先退后一步。嘿，颁奖！拜拜三个你。恭喜！迄个迷你嘎嘎汽车的，啊，伊一个吼会使做八造型。哦，八造型哦。看你的心情，你要安怎变化就安怎变对，化。你若看这个造型先啊，你就会使去换。对。袂歹哦，摕到这个保障，你有欢喜无？啊，头先参与落来，安尼规工的心情啥款的？欢喜，欢喜较济，啊，甲随你咧，嘛是欢喜，嘛是欢喜。好省。心察你咧，欢喜。欢喜。来，舞拄啊动，在飞的时阵，我足紧张的，足紧张的，啊，今嘛咧，即马足欢喜的。足欢喜的，哇，多谢你。哎，伊头脑非常清楚，啊，台语能力嘛真好，对。真厉害。好啦，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我上爱台